咗好多啲油喺身體裏邊，為咗表示咧我哋啲油嘅關係啦，咁我依家3杯水咧，公平起見，我都會倒翻啲生油落去。嗱，點解我用生油咧？因為個顏色比較明顯啊嚇，咁所以我而家倒落去咧，第一杯，嗱你見得到咧，浮咗面㗎啦，見唔見全到？部浮咗面㗎啦。好啦，跟住到第二杯，嗱冇花冇假㗎啦，即刻浮面㗎個油，見唔見到？浮咗面㗎呢個。好啦，第二杯，好啦 ，OK， 跟住第3杯，攞張紙巾俾我。好 OK， 咁啊大家你見得到，我倒晒啲油啦。嗱3杯大家睇過晒，全部咧你見得到咧個頂嗰上面咧，全部你見到係黃色嘅。OK， 好嗱咁啊，跟住咧我哋依家咧就用3種唔同類型咧個坊間咧話俾我哋聽咧，可以咧就係減去脂肪嘅嘢。第一咧，由於品牌方嘅關係啦，所以我就唔 show 佢出嚟。咁呢個係乜嘢咧？被譽為嘅減肥咖啡。OK，第二就係乜嘢咧？由於品牌方嘅關係，所以我而家遮住佢。呢個係乜嘢咧？呢個咧就係蘋果醋。佢話俾我哋聽，一日食2粒。咁因為佢係膠丸狀嘅，咁所以咧我哋陣間咧就會剝咗嗰個殼倒落去。咁點解我哋要推介陳博士嘅嘢咧？因為陳博士嘅嘢，你有冇留意得到？全部9成9都係沖劑嚟嘅。哦，係啊。原因點解？因為沖劑的話咧，冇咗個膠囊咧，其實吸收咧更加成功。約莫係99% 可以吸收得到。第3咧，大家會見得到啦。嗱，呢一個咧就係我哋今日要介紹呢一個言之安啦。好啦，咁啊首先我哋咧第一個減肥咖啡，我哋搣咗佢先。好嗱，咁至於講到我哋依家倒呢個減肥咖啡落去，咁我哋睇一睇有咩程序出現，有乜嘢佢可唔可以幫我哋排走身體裏邊嘅肥膏肥油？咁我依家倒咗呢一個落去之後咧，咁大家你見得到，好減肥咖啡倒緊落去。咁然之後咧，第二係乜嘢咧？第二咧就係呢一個蘋果醋。蘋果醋咧，因為係膠囊嘅關係，咁我依家搣開咗個膠囊 ，OK？ 咁我依家滲咗落去。嗱，蘋果醋好勁抽啊！咁多位一倒咗落去咧，佢俾啲油全部黐住晒。個膠囊喺呢一度1粒，跟住咧第2粒。嗱，你見得到佢真係好犀利啊！嗱，蘋果醋的而且確咧，同呢個咖啡咧已經相差好遠啊。OK， 咁第3咧就係乜嘢咧？第3就係呢個言之安啦。嗱，呢個言之安咧，其實講真，你如果用保健嘅形式咧，你一日1條就得㗎啦。而至於講到咧，如果你用減肥的話咧，你一日2條。咁我倒咗呢個言之安啦，言之安仲更加犀利。一倒入去的話咧，已經將啲油全部係黐實晒㗎啦。OK， 好嗱，呢個品牌方嘅關係拎走佢先。咁跟住咧，大家你見得到啦，嗱，我呢一杯咖啡，大家你可以望得到呢一杯咖啡。呢一杯咖啡咧，首先咧，你會留意得到，佢係完全無補於事，個頂頭全部你見得到嗰啲油，全部都係等於冇揮發過，咁所以你見得到佢分得好清楚，油全部係喺上邊，一啲幫助都冇，所以咧被譽為嘅減肥咖啡，佢個效用就係咁啦。第2杯大家你見得到嗱，呢一度咁，呢個係蘋果醋啊，因為我呢個嚇公平起見，我唔拎起佢，因為咧拎起佢的話咧，好容易有啲朋友咧就會覺得啊，你搞亂咗佢嗱。大家你見得到呢個蘋果醋，咁你見得到佢全部咧黐住晒所有表面嘅油，但係你見得到黐住晒表面嘅油的話咧，佢冇做到額外嘅工作。好啦，到第3呢一個咧就係言之安，大家你見得到嗱，我依家咧就將呢個言之安咧就係掂一掂佢，大家你睇下。呢個言之安的話，就會將所有99% 嘅油已經黐住咗，大家你見得到嘛？佢一成嚿沉底嘅，係啦，成嚿黐住咗佢，咁然之後咧佢就沉咗底，咁佢就好簡單嘅，就會將我哋身體裏邊咧嗰啲油分咧去吸住咗佢，然之後就變成一團一嚿，隨住我哋嘅便便就可以排出體外。哦，咁又可以放心食雞髀喎！食完嘢都冇罪疚感，食完嗰隻雞髀，咁我飲一杯呢啲嘢，咁個感覺係咪好啲咧？嗱，冇錯啦，呢個就係女士佢用健美嘅角度去諗啦。啲哇眼睛你會發覺，你食自助餐都放心啦。係啊，你見到所有嘅女士們咧，隻眼睛咧大到好似哆啦 A 夢咁啊！即刻你見得到嚟呢3杯嘢的話咧，就最犀利㗎啦，咖啡 OK， 跟住蘋果醋。